咱三甲来共读圣经，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到19节。因食早顿了后，耶稣问西门彼得：约翰的囝西门，你有听我赢过食的无？伊应讲：主啊，有。你知我有听你。耶稣甲伊讲：养饲我的羊仔囝。耶稣第二遍问伊讲：约翰的囝西门，你有听我无？伊应讲：主啊，有。你知我有听你。耶稣甲伊讲：牧养我的羊。耶稣第三遍甲伊问：约翰的囝西门，你有听我无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摆问讲：你有听我无？就真伤心，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逐项拢知，你知我有听你。耶稣就甲伊讲：养饲我的羊。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你少年时家己下犹大去爱你去的所在，毋过年老的时，你会伸双手互人绑，甲你拖到你无爱去的所在。耶稣讲这话是指彼得会安怎死来荣耀上帝。讲煞，耶稣甲伊讲来对我。圣经以上下面的信息是听的代价，听的代价。咱请蔡牧师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知有真侪代志，咱要得到真侪代志，拢爱有代价。譬如讲，咱若工作要有成果，咱就爱付出着无的代价，爱真拍拼工作。学生要得到知识，要得到学问，嘛爱付出用功读册的代价。教会要成长，咱嘛爱付出真侪代价，咱爱拍拼做工，爱温困祈祷。所以咱知影要修成，爱有成果，拢爱付出代价。牧师对旧年开始，就讲一系列即个爱的真谛的即个讲道篇。检查真侪人拢知影听的道理，知影得到真侪听的财物。咱知影听是凡事吞忍，凡事相信，凡事仰望。咱知影听是饶宽容慈悲，无快快生气。咱知影真侪听的，这知识财物，但是敢会当真正带出成果？就是咱爱为着这个听来付出代价。听是真奇妙，伊必须要付出代价。咱为着听一个人，咱来付出代价。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听的代价。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遍来更新改变阮。主，我们领受这款的祝福，阮愿意付出代价，就是我们静静来听，伫心内思考，互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，也恳求主你赐了信心。互阮实践你的话，无任何阻挡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如果若详细来看约翰福音书，咱会有一个真大的疑问，就是咱若读约翰福音书吼，咱发觉约翰福音书有21章，但是咱读到20章的上落尾2节吼，咱若手中有圣经，咱来现。约翰福音书20章30节到31节，咱会发现讲，这2节读起来，亲像已经一本册已经结束啊。因为这2节是安尼写，讲耶稣伫门徒面前，佮行真侪神迹，但是无记录伫这本册内底。这本册记录的目的是要互恁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，而且爱恁因为信伊来得到活命。所以这听起来那亲像这本册已经写到这结束啊，但是突然间讲，佮插入这个21章，所以真特别。为什么要佮加
这约翰福音书的21章。有真侪学者提出伊真侪无共款的看法，但总是咱爱明白，加这21章的确有真特别的意思，所以咱来了解吼。咱了解讲，这个神秘佮可爱的安排是为虾米？咱来了解伊的背景。首先，咱知影20章有记载耶稣基督国外的意思，但是咱会感觉真奇怪，就是这门徒知影耶稣基督国外，因拄着国外耶稣基督了。因无开始马上去传福音，因无。实际上，咱若详细来看这个耶稣基督受苦到国外就体进前，有真特别的这个背景。首先，咱就明白来讲，考起耶稣被受掠、受苦到钉死伫十字架顶，这门徒因为失去耶稣基督的领导来丧志。随上伫耶稣基督受掠了后，所有的门徒拢因为惊吓缘故来四散出去。所以咱如果若看马可14章15节，咱就明白，所有的门徒因为惊吓，所以大家拢走去咪，差不多完全袂记得家己爱负担什么款的使命。伊嘛袂记得身为是上帝个福音伫因心中，这拢无重要，也是赶紧逃走。保命、保平安比较较重要，因为实际上，因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因头起来军队耶稣，因认为耶稣是一个好的老师，甚至因嘛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但是因心中的弥赛亚的形象，甲耶稣基督所讲的弥赛亚是无完全无共款的。因所相信的耶稣，是将来要领导以色列百姓。去反抗、对抗罗马帝国的统治，然后耶稣基督若将来做王了，因军队耶稣这人都有福气啊。但是虽然耶稣一再对因讲，基督也是讲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，是一个被钉伫十字架顶的基督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受掠钉伫十字架顶死的时阵，伊发觉我军队的老师已经死啊，因我嘛唔知要安怎。所以，虽然国外耶稣基督对因显现，但是迄个时阵圣神也未降临伫因身上，因心中也是充满惊吓，所以也毋知要对倒位去。所以真侪遮门徒，因就失去使命了，因就等于家己的故乡，将事过去的工作。咱知影，彼得甲伊兄弟原本咧就伫个加利利海咧掠鱼。所以因自然而然就等于家己的工作，跟家己的故乡，重操旧业，去遐掠鱼。有一寡门徒无所在通去，只好对彼得去掠鱼，维持因的生活。所有的使命拢完全袂记起来。但是这个时阵，主的怜悯临到因的心上。所以如果若无今仔日咱所读到约翰福音书记载21章所发生的这个代志，就是这个提比利亚海，就是加利利湖，这个发生的代志。彼得甲伊兄弟大概一世人，拢会伫加利利遐掠鱼。如果若是安尼，若无发生这件代志，可能咱的历史会改变，因为福音无搁再会传出去。所以咱看起来耶稣，搁一遍介入因的性命，搁一遍互因的性命有另外一层的意思。所以，如果你若今仔日去加利利游览，恁去到塔布加这个所在，咱会看到过来的教堂，其中有一个教堂，这个教堂叫做应该是叫做彼得受吊的教堂，伊这个教堂内底有一块大的石头那亲像圣餐桌安尼，就是传说中就是耶稣甲伊门徒，咱拄则所读的。迄段经文的头前，耶稣甲伊门徒伫遐食早顿的所在。所以如果咱来去遐游览，咱就知影有即个件代志发生伫迄个所在。所以咱对这过程中间，咱就了解为虾米会加入即个21章。其实是因为听。约翰福音书的作者佮补充这21章的即个记载，互咱会当明白耶稣用另外一种方式。来鼓励这
宋字的温度，互因会当回转到福音的时间中间。如果咱详细来看，咱会当明白这段记载就是要咱拄则所读的15节开始，这是耶稣甲彼得的一段疼的对话。耶稣透过这段对话，搁一遍激励彼得爱承接疼的工作。咱来详细来看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其实是记载，如果咱也通对第1节开始来看咱记载讲彼得甲其他6个门徒，因伫迄提比利亚海，就是加利利海的中间咧掠鱼，但是因无用一暝了，圣经记载讲因连掠着一条鱼，一尾鱼也无。咱看到因伫遐掠鱼，掠无半尾鱼，这咱介绍伫倒一段圣经中间捌看到，就是耶稣打出来呼召彼得的时阵，伊嘛拄着同款的情形对无？因彼得对耶稣讲：“我钓无规暝，结果连半尾鱼嘛无掠着。”耶稣爱因将船过去到最深的所在，拍网掠鱼。结果迄一遍，耶稣互因经历一个新掠，就是2只船满满的鱼，互因得着。所以耶稣嘛对伊讲：“我要互你得人，亲像得鱼同款。”这是第一遍呼召彼得的时阵。即摆同款的情景，佫发生伫即个所在。伊嘛钓无规暝，拢无掠着半尾鱼。但是耶稣对因讲：“你着伫你的船的正边拍网掠鱼。”结果圣经记载讲，因掠着153尾鱼。然后耶稣邀请因来食早顿，然后就是咱拄则所读的即段经文，耶稣甲彼得的一段对话。伫即段经文中间，耶稣首先问彼得讲：“西门彼得，约翰的囝西门，你听我敢有看赢食的？”咱来明白，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好、真特别的老师，真厉害的老师。那普通咱若有血气的人，咱若是耶稣看到讲你已经跟对我3冬半的时间，我不断地来恁教示，爱恁接受恁的职责，爱去传福音。结果我受了受定受苦了，恁就完全袂记这个代志，要倒来掠鱼。那咱是耶稣咱一定拄着彼得就马上来骂，讲你即摆伫遮咧创啥？我叫你去传福音，你伫遮咧掠鱼。但是耶稣无安尼耶稣对彼得讲：“你听我较赢食的。”举一个来讲比如讲有一天啦，我若看去咧上课的时间，我发现讲我的囝蔡木奇伫迄个网咖内底咧拍电动我若去一看到伊，我就来大声骂讲：“你这死囡仔即摆无要去上课，你伫遮咧创啥？”阮的关系一定拍歹。我若安尼慢慢行去到木奇的边甲伊讲木奇啊，你听我较赢食的嘛？你讲这囡仔伊安尼想这毋捌发生过啦我是比如尔。你听我较赢食的吗？这个人一定心肝一定会想真这代志。特别是耶稣无讲，圣经中间无讲耶稣指食的是啥物货，所以圣经学者有几种无共款的猜测。第一，食的是指啥物？食的是指彼得迄只船，伊掠鱼的这工具，这渔网或者是指伊所掠着这153尾鱼，意思是讲属世间的物件。耶稣对彼得讲：“你听我有较赢食的，这维持你生活的物件，你有较赢这个世界追求的物件。”如果咱若是彼得咱听到这个耶稣对咱讲：“你听我较赢食的时阵，咱心肝会气炸因为过去耶稣基督就对因讲过讲无人会当服侍2个主嘛，恁袂当同时做上帝奴仆，搁做钱财奴才嘛。耶稣嘛捌讲过，讲恁若人是趁着全世界，却失去性命，有啥物路用？耶稣嘛讲过，你的财宝伫倒落，你的心就是倒落。耶稣对彼得讲：“你听我有较赢食的，意思讲你听我有较赢听这世间。”
你如果若听耶稣，你就要负起你的责任去传福音嘛。你今仔日搁倒来即个工作中间，为着追求即世界的物件，放弃军队耶稣。所以即个时阵，彼得伊心肝一定会做一个反省。我听耶稣到听赢过即个世界，所以彼得伊就对耶稣讲：主啊，你知我听你。耶和华圣经学者认为讲，这的是指啥物？这的是指其他的人，因为彼得边仔佫有其他6个门徒嘛。啊若咱是彼得，咱听到这吼，咱心肝会佫较刺激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知彼得这人吼，性格上非常冲动，真冲动。啊，当伊听即句话的时阵吼，伊会回想到有一个情景伫伊脑海中间想起来，就是耶稣互人卖迄一暝。耶稣捌讲啊，我人子将要受人卖，要受掠，定是物价。伊讲今仔下暗，恁拢爱因为我的缘故来离开我，离弃我，气杀我。啊，这个时阵有一个人走出来，就是彼得。彼得走出来讲安怎？彼得真有自信讲，检查所有的人拢离开你，我决断无离开你。伊伫遐转胸坎兼保证，讲所有的人拢惊遐会走，但是我袂。但是过无偌久安怎？3遍无认主。所以当耶稣问彼得讲：“你听我到赢过其他人听我？”彼得的心肝一定真刺激，讲：“啊，主啊，我是遐尼软弱，我捌自信讲，我绝对袂离开你。结果无偌久了，我就3遍无认你。”但是无论是指啥物话，耶稣拢会问一件代志，就是你听我到赢过听家己。你听我到赢过家己去追求这世间的物件，你听我到为着保存家己的性命离开我。所以无论咧问啥物话，其实拢咧问一个问题：彼得啊，你听我到较赢听家己。伫即个时阵，伫加利利的海边，耶稣问彼得问几遍？问3遍啊！毋是因为真重要，所以问3遍，是因为彼得过去捌3遍无认主，所以伫耶稣基督丰盛的赦免中间，伊互彼得一个重新改变的机会，互彼得用3遍听的宣告来撤销3遍无认主的过失。耶稣就是用安尼咧激励伊的学生，咧医治彼得心内所受的创伤，互伊搁一遍得到激励。当然，如果咱也对原文来看吼，更加有意思。即咱伫咱的周报中间无一个，咱加来写一个吼。但是咱若看原文吼，耶稣基督咧问彼得头前2遍，耶稣问讲：“你有听我无？”即个听吼，是用圣经中间的一种无条件的听，叫做阿加佩听。吼，牧师伫第1讲的时候捌讲过，希腊文中间有4种听，对无？吼，上界深的听，无条件的听，就是不管这个人安怎，咱拢听伊，叫做阿加佩听。就是咱咧讲爱的真谛，即个听。耶稣是讲你听我无？你有用即个无条件的听来听我？啊，彼得回答讲。彼得是用另外一个听的字啊，phileo，即个字吼，或者 philia 即个字的延伸吼，友谊之爱啦。迄个听是加一坎的。头前2遍耶稣拢用你有阿加贝听我无？彼得拢是用朋友的听来回应伊。结果第3遍吼，耶稣降低标准，耶稣也用彼得相款即字啦，用即个较低阶层的听，讲你有听我无？彼得心内忧愁啦。圣经中讲伊3遍问伊嘛，但是其实即遍吼，耶稣是降低标准。彼得心内忧愁，对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你无所不知的，你知影我系软弱，我只会当用迄个较低阶层的听来听你，我无法度用主，互我迄种。”主耶稣基督迄种无条件的听来听你，彼得的回答互咱明白，
咱将来咱的疼无法度赢过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咱是遐尼软弱，咱伫每一遍咱个别疼主耶稣基督的时阵，其实咱拢有一寡保留啦。咱拢是遐尼软弱，咱拢有想到家己，但总是主丰盛的疼，帮咱必得一步一步行出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伫遮要提醒大家，咱毋通抓做这是圣经中间的历史记录尔。毋通袂记即亲像伫加利利海的海边，耶稣咧问彼得同款，今日主也要问咱每一个人：你有听主无？你有听主无？你有听主无？咱的回答是啥物？如果咱若回答亲像彼得同款讲：主啊，你无所不知，你知我疼你。咱接续来看。听为彼得带来什么款的代价，以及听为彼得带来什么款的成果。第一项，咱来明白，听的个别为彼得带来一个责任，一个使命。咱看见着，当耶稣基督三遍问彼得讲：“你有听我无？”了后，彼得拢真肯定回答讲：“主啊，你知我听你。”所以耶稣接续就互伊一个任务啊，伊讲饲我羊仔囝，饲我羊仔囝。所以咱能看出听的个别为彼得带来责任啊。咱听一个人，咱就对这个人有责任啊。咱中间做爸母的，做人阿公阿嬷的，拢听咱家己的囝儿，听咱家己的孙仔嘛。因为这是一个天性，咱听伊的时阵，咱就感觉讲咱对伊有责任嘛。我记得我第一遍做老爸的时阵吼。我迄阵偌欢喜的呢，吼！牧师娘生产了吼，伊是剖腹产啊。迄个医生吼，护士交代阮讲吼，恁会当较早出院，啊囡仔先放伫病院内底，互阮照顾一段时间，互老母休困。我讲无爱，阮家己要照顾，吼。啊，抱转来了，我讲要做老爸老母，无遐尼简单，连迄换尿珠啊都无啥样换。伫遐看册啊，一边啊一个口令，我就一个动作来，这囡仔服侍啦吼，但总是迄是真快乐的。啊，结果出事了2礼拜了，阮突然间接到迄个病院拍来电话，伊讲即摆新生儿拢爱抽血做一个检查，做一寡吼是先天性疾病的检查。伊怀疑阮蔡母亲有一种病叫做苯酮尿症啊。我到当毋捌听过什么叫做苯酮尿症吼。我讲这是安怎？迄护士老阮讲恁吼，恁毋免烦恼啦。讲有可能第一遍检查吼，可能会小可重大去吼。叫阮去跑去病院吼，伊抽血做第2遍检查。我去的时阵，我就问讲护士啊，这苯酮尿症到底是啥物？有啥物款的症状？伊讲吼，大概有2种情形，一种这囡仔大汉就慢慢头毛会变黄啊吼，变做黄毛丫头就对了吼。佮另外就是讲伊放的尿会小可酸酸啦，吼。我讲这检查要偌久才出来？伊讲要2礼拜啊。叫迄2礼拜，阮甲牧师娘2个人，咱亲像起笑同款吼。大家咧替换尿珠啊时，2个拢伫遐鼻来鼻去，讲会有酸酸无？有酸酸无？吼。但是感谢主，2礼拜了后讲检查结果讲无问题吼。但是互我真知着讲吼，要做人的爸母，毋是遐尼简单的。你听这个囡仔，你就对伊有责任呢。伊艰苦病痛，你心肝会对伊艰苦呢。所以咱拢知影，就讲听是有责任的啊。所以听为彼得带来一个责任，就是饲主耶稣基督羊仔囝。所以当咱清楚个别讲，咱听主耶稣基督的事，咱常常咧祈祷的中间，咱来教会吟诗的时阵，咱拢嘛吟诗讲主啊，我听你。但是当咱个别咱听主的时阵，咱也背负一个责任。什么款的责任？就是要养饲耶稣基督的羊群啊，照顾耶稣基督的羊群。咱才着听这个羊群，才着饲这个羊群，照顾这个羊群，来表明咱听耶稣基督。啥货是耶稣基督的羊群？就是你看你身躯边，这兄弟姊妹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羊群。所以咱受呼召来
成做一间教会，咱拢对每一个人属灵的得救甲成长有责任啊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约翰一书第4章21节讲，迄个疼上帝也的确疼家己的兄弟甲姊妹，因为咱对疼兄弟姊妹中间表明咱对上帝的疼。所以咱来到教会吼，咱就有一个责任。当咱咧称这个人是咱的兄弟，这个人是咱的姊妹的时阵，就表明讲，我对伊生命的成长甲得救有责任嘛。咱每一个人拢爱负担别人成长的责任。耶稣要求咱将遐个原本对甲咱无血缘关系的人，互咱称做兄弟姊妹，当做兄弟姊妹，为着要互咱得到羊群。为着要互耶稣基督的羊群得到照顾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明白，每一遍咱咧洗礼的时阵，牧师拢会请大家起立。牧师奉爸囝圣神的名替这人洗礼，特别是细囝洗礼的时阵，咱拢同心应啥物？阿门对无？表示讲，咱对这人伊属灵的得救甲成长有责任嘛。咱是教会是一体。当咱个别主耶稣基督，咱听伊的时阵，咱就爱负担养饲主耶稣基督羊群的责任。第二个代价，就是咱爱挣脱束缚，会通得到自由。咱看见耶稣基督对彼得讲：“我实实甲恁讲，你少年的时阵，家己目睭摇大，随意往来；但是到年老的时，你爱伸出手。”别人要将你绑咧，带你到你无愿意去的所在。咱看见着过去老的彼得，老我的彼得啦，靠家己意志来选择行动，所以伊拢是足冲动的、足冲动的。看起来好亲像伊是一个真自由的人嘛，无约束的人嘛，但是这毋是真正的自由啊。这是受到家己的意志、家己的软弱、家己的私欲所主导的假自由。因为这款的人，常常就是受到家己私欲控制，也做真自由，在实际上是无自由，因为咱受到咱罪恶的捆绑。但主耶稣对伊讲，将来你要伸出手，别人要将你绑咧，带你到无愿意去的所在，就是耶稣要祝福伊，互伊挣脱私欲的捆绑，互伊会当行上真正自由的道路。伊看起来好亲像变做无自由，别人要绑伊，但是是上帝咧绑伊啊，带伊到伊无愿意去，但是却是上帝爱伊去的所在。就是伊会当顺脱伫上帝的计划中间，心灵得到改变，顺服主的心意，来得到真的自由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的生命敢是亲像彼得同款？常常咱听家己较济，常常咱爱照家己的意思来行，所以咱应当求上帝赐落更较济的听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挣脱这个束缚。会当得到真实的自由。最后一项，咱看见着听为彼得带来生活，带来牺牲。耶稣讲，将来人要带你到你无愿意去的所在。这个话是指明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上帝。牧师过去了，大家讲过，彼得落尾是安怎死的？伊嘛是顶伫十字架顶死的嘛，总是伊是倒顶伫十字架顶。所以，伊透过安尼咧荣耀上帝。接说耶稣佮对伊讲：“你跟对我。”耶稣基督捌讲过，假使有人要跟对我，就爱看无家己，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因为迄个想要救家己性命，反倒当要丧失性命；迄个为着我甲福音丧失性命，反倒当要得到活命。所以咱看见着听为彼得带来十字架的受苦甲牺牲，虽然是牺牲，但是却因为伊的牺牲，互伊的生命更加有意义，互福音会当传出去，为当时代的信徒带来极大的激励。
这是伊活出永远活命的款式。伊用伊的生命，虽然是牺牲受苦，但是却是带予别人祝福的生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有一句话安尼讲，听就是伫别人的欠缺顶面看起家己的责任，然后为着这个责任来牺牲。伫咱的教会中间，伫咱社会中间，会当接触到每一个人中间，咱看见着咱身边的人，有缘有真侪人有侪欠缺，这个拢需要咱付出甲服侍。如果咱会当学习奉献出听的代价，我确信上帝的心意会落实伫咱的中间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来激励阮，互阮会当亲像彼得相款，阮个别阮听你，但总是即个听为阮带来责任，有阮，互阮会当脱离束缚，会当牺牲看无家己，也为阮得到羊群，得到自由，得到性命。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，互阮会当将你教示阮的话画出来，来荣光你，来祝福人。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